然后在观想这些中等人从无始以来生生世世中，无数次做过自己的父母亲，与现实的亲生父母一样，在没有对他们升起慈爱心之前，并反复观修自心，就是观察跟修持这两个一起的观跟知观修跟知修，用这两种方式来修持自己的内心。最后，一切众生无论显现一般、亲、厌三指中的哪一种，都应看成与现实父母无有任何差别。对他们未升起如此慈悯心之前，应反复观修。若未升起这样的境界，对任何亲怨生不起悲心，也不生嗔心，只是平平淡淡，那是所谓的无利无害之愚舍，不属于舍无量心。所以这个方面是很重要。有些人觉得那就有一个人对你多好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有一个人对你多不好也是也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的那种，就是一种最愚痴的这种平等心，也并不是真正的智慧的平等心。所以呢，这个实践人当中呢，就是会有一些这种的人，但这不是什么因为修行所以他就这个样子，或者因为他比较善良才会这个样子，也不一定的。那么但是有些实践人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有些比如说就是他对亲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亲的感觉，然后对有些对他伤害过的人，他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就是这些。实际上来说的这些人呢，从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但也是从时间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就不是什么好的。然后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这种是不算是真正的就是有智慧的这种舍无量心，达到舍无量心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那要达到什么样的呢？因为对所有的众生有了完整的慈悲心的热忱，有慈悲心的这个具备慈悲心的条件下，然后呢就是舍无量心，要修舍无量心，就是不要特别的针对的，就是少数的人，相当就是对亲方的这个放下亲方的特别的那个爱跟贪的这种执着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本身来说的话，就修菩提心的话，就对所有的众生要有产生爱跟慈，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但是为什么舍无量心的时候对亲方一定要放下？因为只是一个亲方而已，没有做到所有的众生。所以这个前面呢，就是也不要特别的执着，只是爱一些人，一定要爱所有的众生。你慈悲的对象是所有的众生，不是只是一个你的亲戚父母这些等等一些的人。所以第一个的时候呢，就先把这些是放下对亲方的这种执着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得要拿起对燕方的这个不喜欢的那些人，他们也作为我的慈悲的对境。所以这两个比较，所以观修的时候呢，就可以理解到亲方实际上也是只是这一世的一种执着跟想法，那么燕方也是同样的。但是变成平等心的时候呢，这是第一步，我们准备修四无量心的一个第一步而已。然后还要继续下去做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因为就是4种无量心。所谓的无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发心要无量的然后发心的对境是无量的，发心的实践的是无量的，所以就是要无量心。所以慈也是要无量的慈，悲也是无量的悲那么喜也是无量的喜，舍也是无量的舍。不是说是我们就今天在这里修舍无量心的时候，刚是想到人类众生，达到对人类众生可以做到这样，就已经达到了舍无量心吗？那也不是，因为那这样的情况下不叫无量心。舍无量心的话，就是要有一个无量无数的众生的数量，也是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无量无数的众生
然后距离、时间，然后大小各方面都是以无量来作为标准，所以呢，就必须得要达到对一切众生的这种平等，才是能够可以达到舍无量性的这个标准。舍无量应当如仙人故事一样，仙人们宴请宾客时，对于高贵卑贱、强大弱小、贤善恶劣的一切人都无有差别而进行布施。同样的，所以就是仙人们呢，就是没有什么，就相当今天如果是任何一个活动上，我们在人类世界的时候，任何一个活动上，或者是那个请客也好等等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地位的说法嘛。那么贵宾是什么，然后普通人是什么，就是等等这种。那么在这个过去有些地方，那些江道也一样，现在也是哪些人拿的薪水是最高，哪些人薪水是最低，等等等等的这种很大的区分嘛。今天如果是这个发个奖金，也是那谁的奖金才是最多，谁的奖金才是，这些都是根据他的地位、能力，然后年纪各个方面、学历等等各个方面，反正就是一个环境里面会有一种可以分配的那个一个对境嘛，对不对？那么仙人们做这些布施跟然后去请客这些的时候呢，那么没有任何这些分配。就是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那么不管是年龄，不管是地位，不管是学问等等各种各样，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里没有说谁是最强，所以他必须得拿的最多；谁是最弱，所以可以不用给他，没有这种的说法。所以我们舍无量心的时候呢，就是对所有一切的众生，没有说这个才是最重要。因为什么呢？就是也为什么说对你的亲方，对你自己的父母放下特别这种贪着的这个执着原因是什么呢？跟所有的众生一样的，所以就是你要爱，是要爱所有一切的众生，不是说是只是一些人。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把它弄成这个平等性。同样我们应当对遍布虚空界的一切众生，所以前面所讲的，因为说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当中，现在我们修持的舍无量心，所以就是天空不管是有多少，然后就是天空多少众生也是一样的，只要是有天空的位置，众生也是存在的。那么有众生的存在，就是有痛苦的存在。所以要度化的众生，就是所有痛苦的众生，不是说是只是一个人类世界或者是怎么样的，所有一切的众生，大悲心的对境平等相待。在没有升起这样的定解之前，应反复的修行。好，这些呢，就是在比如说平常修持，这些都是要闭关而修持的。闭关修持呢，你比如说这次有1个月的时间闭关的话，那么在每一堂课呢，分别于在1个月的时间当中，就是作为刚刚好的，然后再讲完课，那就是要去修的然后平常以后呢，就是这一次我们经过这次讲课以后的人生之中呢，1年的时间里面可以安排我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我就要修舍无量心，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我就先修那个从前面开始，从前面因果轮回的，相当就是那个人生难得、下面难得等等这些，把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当中的所有的课，把它1年的时间当中呢，把它安排好，我在修的时间。那么这些过程当中，你们平时的这些功课是可以不用间断的，因为这些都是在思想上、意念上，你在打坐的时候修持的，所以就跟这个不冲突的。修什么都可以的，不冲突的。但是把这些呢，就是分配为1年的课程里面我就是从1月份到2月份2个月呢，我要修什么，或者是我1月份修什么，2月份修什么，3月份修什么，4月份修什么，这样去那么就是共同外潜心的方面修6个月，然后不共内潜心的方面又修6个月。这样的情况下，1年就是修持1次普贤上师言教里面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说你只要是修普贤上师言教，主要是修无家性，最起码一个众生能够可以在达到
今生要做的这个功课的效果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法，非常接近的，非常殊胜的。它实际上就是说前性，前性跟正性这两个来说呢，只是一个前后的关系并不是说所谓的前性是很低的。那么前后的关系来说的话，就所有的法都是前后的观念跟关系，所以就是都是变成前性跟正性，但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如果是真正的一生人在一生当中修持这本书的话，那么在不同的这个根器，上根器跟中根器者来说的话，就真正的今生得到成就都是有可能的当然是真正的修的情况下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不能够修持是自己的情况，看自己的关于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或者是有没有心要去修。那么从时间安排来说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那么在这个平时的修持就是要这样去修，你自己也是可以，比如说跟师兄们互相问的话也是，我现在就是正在修发心。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修无间行的人就有安排这样，但是这个不光是这个数量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有质量的问题，质量上必须得要达到，所以就这样去安排是最好的。自本作人着康中